湾师范大学离国内的大学招大生，成为举办男女友善的宿舍，也就是男女学生的宿舍，住伫咧同一楼，但是无共房。每年的8月开始来实施。咱的记者是实际来访问，结果男生大多数拢赞成，但是女生是有淡薄仔担心，讲这个隔壁房就住查甫的，真无方便，回到宿舍嘛无法度放松。 台师大开先例举办宿舍男女共床无共房，学生是安尼讲的。有好有坏吧，怕半夜不睡觉不知道在干嘛。怪怪的吧，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女生毕竟住宿还是比如说素颜啊或者那些，男生都蛮乐意的，我附近的都这样了，蛮前卫的。想要去住吗？我是觉得都没有什么差啦，对。 查甫的差不多拢赞成，查某的态度就较保留。后盖住宿舍隔壁有可能是无共性别的，大学生是讲，我觉得非常可以。不同性别还是有必要，就是住在一起相处。其实这摆台师大开先例举办宿舍男女共一站，选定公馆校区，4人一间套房，唔免到房间外口去上便所，也是4身躯，总共有88成为新公告。 后一个学年度就是淡化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或不友善的一种对待的概念。好，那如果可以再往下走，啊，那这是目前师大推动这个案子的主要的原因。 配合无数老师的要求，作风嘛比较较保守。老二会台湾师范大学今年其他大学的头前，学校强调讲男女宿舍共一站无共房，就是性别优先，嘛希望讲男生女生会使互相尊重，学习要安怎好好斗阵。